来关心环境，印尼按算对2024年开始要分阶段搬去新的首都努山塔拉，也毋过要搬去新的首都，可能嘛影响到危险的物种、长片猴和红毛猩猩。红毛猩猩沿着树啊爬到较低的所在，但工作人员等物件互因食。印尼为着要解决印尼首都雅加达严重的交通、环境污染、区域发展无平衡，也有地产的问题，要伫咧婆罗洲去新的首都努山塔拉。不过，占地26万公顷的新首都建设计划，可能会危害这寡红毛猩猩的生存。根据计划，巴黎8万湾沿花有400公顷的红树林已经被错掉，要去煤炭运输港，也有石油加天然气的精炼厂。若是连接新首都加附近巴黎8万的收费公路，也有运输建在港口起好了，可能有更加侪森林会被错掉。Desain pembangunan IKN itu tidak mengintegrasik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nya dengan Teluk Balikpapan. Nah, salah satu kekhawatiran besar kami adalah Teluk Balikpapan itu menjadi kolam raksasa, ya, tempat sampah residu dari pembangunan maupun aktivitas IKN yang ada di hulu. Nah, ini yang kami. 印尼婆罗洲是全世界第3大都市。岛上的热带雨林、花花、东南亚的赤道有1亿多年的历史，而且有真侪强要绝种的动物，就像是长片猴、伊河海猪、红毛猩猩、加婆罗洲马来蠅。新首都的计划可能会影响生物的生态地。地主当局讲，会用300亿美金的预算，差不多代表要加9200亿。甲新首都建造成这环保城市，而且重新造林保护野生动物。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the road, the concern about the animal, the concern about the wildlife is there. But control, including also to discuss about the design of the wildlife corridor that could be cross the toll road. 印尼政府计划伫咧2024年顶半年正式宣布努山塔拉是新首都，到时印尼政府也会当伫咧8月17庆祝第79个国庆日。公司新闻，陈思同编辑。